聖經小能傳15章11節，我們得救乃是因主耶穌的恩，和他們一樣，這是我們所信的。當日咧有一班嘅猶太人要求外邦人要守割禮，先至可以因信稱義。咁啊，佢哋知道呢件事嚴重，所以咧就喺耶路撒冷開咗個大會，使徒同埋一班嘅嗰日嗰啲嘅長老信徒，佢哋開會，就彼得就起身做一個結論，好清楚嘅話俾我哋聽，信耶穌得救係因為主耶穌基督嘅恩，和他們一樣，呢個係佢哋所信嘅，係我哋所信嘅。意思即係話彼得同埋當日嘅使徒開呢個耶路撒冷嘅大會，堅定嘅相信，堅定嘅議決，話外邦人信耶穌得永生係因信稱義，同猶太人一樣信耶穌得永生。世界上所有嘅人都係信耶穌得永生，好得無比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